新嘅一日，麥兜返到公司，隔離位嘅同事阿強已經開咗電腦，熒幕上唔係 Excel，而係一個打得火熱嘅手機遊戲。阿強打到面紅耳赤，一邊狂點，一邊細細聲講：快啲，快啲，再打多下就贏㗎喇！麥兜望住，突然之間有啲出神，因為佢記得乜乜以前佢成日都笑佢：喂，你打機連tutorial都會死，仲敢同我雙打？諗起呢句，麥兜心入邊酸酸地。嗰邊廂阿強打到最關鍵嘅時刻，老闆無聲無息企咗佢後邊，懶懶咁望住個熒幕。阿強完全冇留意，仲大叫：贏咗，爆 boss 啦！老闆輕輕咳咗一聲：你打低咗遊戲個 boss，但係你輸咗公司嘅大 boss 喎。整個 office 都靜晒，淨係得阿強好尷尬咁笑。麥兜望住呢一幕，忍唔住偷笑，但係心入邊諗：如果麥乜仲喺度，一定會用電話拍低，仲加咗句：輸咗大 boss 都算啦，至少贏咗遊戲個 boss。佢偷偷望咗一眼自己部電話，指尖停咗喺麥乜嘅舊相，最後靜靜低咁放低咗。